嗰啲烏蠅多到啊，唔得啊，接受唔到，我都接受唔到呢一定。喂，各位街坊，中國人去沙灘唔係游水，唔係食嘢，而係去爬樹。你冇聽錯，西貢浪茄灣，香港人心目中嘅夢幻海灣，而家竟然變咗一個露天爬樹場，好多樹俾人爬到斷樹枝，仲有人吊住樹枝打千秋，以為自己係泰山。呢班人到底係嚟欣賞風景，定係過嚟搞破壞呢？唔講咁多，我哋睇片先。嗰啲烏蠅多到啊，唔得啊，接受唔到，我都接受唔到呢一定。你等太久啦。你给他连上呀？应该自己打开的。唔係特別靚咁，冇品嘅行為大家唔好學。你得唔得？係咯。睇完條片係咪好精彩呢？等我同大家講解呢件事啦。話說小紅書流傳多段影片，顯示喺西貢浪茄灣有唔少遊客為咗拍攝靚相，走去岸邊樹木位置影相擺姿勢。事發地點位於西貢浪茄灣，呢度一向俾唔少人視為香港其中一個自然景色相當出名嘅海灣，水清沙幼，平時已經吸引唔少行山人士同遊客到場。而今次引起爭議嘅係部分遊客無視現場警告告示，直接攀上樹幹拉扯樹枝，甚至有人將樹當成拍攝道具，擺出懸吊等動作，只係想影到所謂人樹合一嘅畫面。從網上片段所見，現場有多個操普通話嘅大陸婆，期間仲有目擊者曾經出聲勸阻，不過對方未有理會，繼續拍攝。隨住越嚟越多人跟風，現場情況亦都開始失控，有樹枝因為承受唔到重量當場折斷，甚至有樹整棵傾側或者倒下，畫面令人擔心。原本用嚟點綴海灣景觀嘅自然植物，而家反而成為大陸婆嘅影相工具，令唔少目擊者同網民都睇到眼火爆。事件曝光之後，網民反應相當大，唔少人批評呢類行為係典型為咗影相而無視環境承受能力，仲有人形容為觀光災害，認為打卡本身冇問題，但前提應該係尊重自然、尊重規則，而唔係為咗幾張相就將公共景點變成受損現場。其實打卡文化本身唔係罪，平時想分享靚景，其實人人都明，但如果影一輯相嘅代價係要破壞環境，咁就真係有啲本末倒置。尤其浪茄灣呢類自然景點最吸引人嘅地方，本身就係佢夠天然、夠原始。如果連最基本嘅保護意識都冇，最後受影響嘅都係所有之後想去欣賞風景嘅人。今次事件亦都再次提醒大家，去郊外景點影相唔係話唔影得，而係要有分寸。見到警告告示就應該知道唔係俾人做呢啲高難度動作，見到樹木幼細脆弱就更加唔應該攀爬拉扯。好啦，觀眾睇完大陸婆破壞自然景點，你又覺得佢哋係咪好冇公德心呢？另外呢一個景點係咪需要加強巡查呢？歡迎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